部署完靈盾 MFA 多因素認證系統後，在登錄 dSphere 時，可使用在靈盾平台內創建的用戶帳號與密碼。靈盾可以提供 LDAP 服務，也可以使用企業現有的身份數據源。輸入完密碼後，接着輸入該帳號已綁定並激活的靈盾令牌上的6位數字動態口令。點擊登錄，進行身份驗證。驗證成功後，即可進入 vCenter 操作界面進行辦公。以上就是靈盾 MFA 多因素認證對接 VMware vCenter 的效果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應用或設備的 MFA demo 效果，please follow us。